随便还可以3个人在校园里面暂停检查地哈啦。我说小明啊，来到这边啦，1个多月了，有没有找到妹啊？哈哈哈哈！那是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知道，小明啊，最不会把妹了，哪像我随随便便就玩到。啊？随随便便？这话可别说得太快。现在你的女朋友是大猫、小菊还是婷婷？我都搞不清楚嘞。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这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不是新闻。他女朋友叫小肉球，小肉球，你知道他的样子吗？哦，小肉球一直长这个样子啊，没滚滚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肉球。哇塞，随便！没想到小肉球居然不是肥嘟嘟圆滚，是有线条的呢。哦，厉害厉害，嘿。小肉球。喂？喂？怎么声音啊？喂喂喂。喂？在外面。我在外面。在外面。老实说，我是跟你讲话。对，有意的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在跟他讲话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别出来了。好朋友不出来怎么办？你就是好朋友。哇塞，随便，才4月1个多月而已，就换了4个女朋友，还同时间踩了2颗肉球。哦，这威力恐怕大家都要认输。其实我也没这么花心呐，只是生活实在太无聊了，只好把交女朋友当做是我个人的生活技能。谁知道我有随便专一的态度，1个月只有得到4个短暂的爱情。啊，说到这个，我也是心有戚戚焉。杨丞琳说的对。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？没有爱不一样勇气。嗨，你两个别看我平常这么会搞暧昧，其实啊，在感情上我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暧昧，别说了，越说只会越伤心。是啊，是啊。说不定哪天啊，小明他抢先我们1步找到他的真命天女。啊，别说了啦，打球吧，小明，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你现在是几点？现在6点。6点，礼拜几？去礼拜4啊。礼拜4。哦，礼拜4我有事不能去。什么事？该不会小明背着我交女朋友？天哪，这不公平！没有，不是去交女朋友，我是去团契。团契？什么是团契啊？该不会是夜店吧？
应该不是。听过这么多间夜店，打靶、night person、taxi、因为定，就是没有听过团契这一间啊。团契哦，团契该如何说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给我一个 tempo， 让我来告诉你。团契有男生，球场也有男生，团契有女生，东区也有女生，团契有的吃，夜市也有的吃，团契有的喝，五十单也有的，团契很有 feel， 美术馆也很有名，团契很好玩，本地也很好，团契很有气氛。也很有气氛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团契是由这群最汉的学生所组成的。来，你们看，这么美的教堂，团契的学生就是在这边聚会的。教堂？该不会团契都一定要信什么耶稣的吧？哦，no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来到团契的学生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哦，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一起玩，一起聚会，一起唱歌。说到唱歌，你们一定都是唱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那一种诗歌？哦，来，几年代了，来，你听。对，这是主题曲。像这首主题曲只是诗歌的一种哦，很流行吧？还可以吧？说了这么多团契那个团契这个，我是不知道团契是什么。好吧，那我就交给我们团契的主席来由他来介绍团契是什么。我们拍拍手，欢迎他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团契主席，我叫阿布拉。现在麻烦大家